大家好，歡迎收聽十分健康狗狗，我係你嘅主持人 Melody。今集我要講一樣好多主人都會頭痕嘅問題，就係我支貴婦狗1歲大啦，健康金病，喺每日應該點樣餵咁先算係夠營養又唔會過量啊？係啦，首先呢，貴婦狗咧屬於細型犬嘅，活潑精靈，成日跳跳紮，飲食唔好，小則唔夠精神，大則超重脹爆腸，所以每日熱量點樣分配好重要啦。根據獸醫營養學，3公斤左右嘅狗狗每日需要大約200千卡左右，5公斤嘅大概300幾，去到7公斤就接近450千卡。聽落好似係數字，但係點樣落實到一餐餐飯度呢？咁啦，Melody 幫你整好晒一份熟食健康套餐，主打係自家製，新鮮煮熟，冇鹽冇調味，材料簡單，超市買到，唔使煩。1嘅胸肉，去皮去脂肪，係狗狗最吸收得好嘅高質蛋白。每日煮熟後3公斤狗大約食80克，5公斤食120克，7公斤就160克。2糙米或者燕麥係提供穩定能量同纖維咁好幫手。煮熟後俾大概30至60克，視乎體重。3南瓜、紅蘿蔔、菠菜咧係蔬菜，可以煮熟之後壓成蓉加落去，補充纖維、B1、他3、胡蘿蔔素同抗氧化物。4健康脂肪唔可以唔加。橄欖油或者魚油好重要，可以幫助狗狗皮膚唔甩毛，同時護關節。橄欖油每日落1茶匙左右，咁魚油就要睇劑量計。例如魚油膠囊入邊通常1粒有180毫克 EPA 加120毫克 DHA， 咁你5公斤狗狗大約每日食2粒左右。講到補充品，大家千祈唔好忽略計粉，因為大部分家庭煮熟食唔會加入生骨，咁就一定唔夠㗎。長期咁樣落去，狗狗會骨質疏鬆，牙齒又會鬆，點做啊？最簡單，你可以焗乾雞蛋殼啦，磨成粉，每日落大概半茶匙，或者買現成嘅粉，按體重加。另一樣好建議加嘅係犬用綜合維他命，因為就算你食材幾豐富，都唔代表一定齊晒所有維他命嘅碘啊、維生素 D 啊呢啲微量元素啦。好，去到呢度。有啲人會問佢有啲有咁嘅禁忌食物要避開，有啊，真係唔講唔得。洋蔥、蒜、葡萄、葡萄乾、朱古力、咖啡、木糖醇、生麵團、酒精，全部都係地獄級毒物。狗狗食一啖都可能出事，甚至入院搶救。仲有唔好煮嘅重鹽、重油餸頭餵佢哋，狗狗身體無法代謝咁多鹽分，腎會頂唔順。最後送大家一份私人珍藏懶人餐單表：3公斤貴婦狗雞胸肉80毫克加糙米，30毫克加南瓜紅蘿蔔，各20克橄欖油，3克嘅粉適量加綜合，維他命半粒加魚油1粒。5公斤貴婦狗雞胸肉120克加糙米，45克加南瓜紅蘿蔔，各30克加橄欖油，5克加雞粉適量加綜合維他命1粒，GI1魚油2粒。最後7公斤貴婦狗雞胸肉160克加糙米60克加南瓜紅蘿蔔，各40克加橄欖油8克加強粉適量加綜合維他命1粒加魚油2至3粒。你可以將呢啲分早晚2餐餵，食完記得觀察狗狗嘅精神、排便、體重有啲變化，再逐步微調。目標就係唔瘦唔肥，活潑開心，毛色亮麗。今集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你覺得實用，記得分享俾其他養貴婦狗嘅朋友啊。咁我係 Melody，我哋下次十分健康狗狗再見，拜拜。